令人深思嘅係，樹立喺天安門廣場呢一塊，俾好多中外人士認為係聖潔土地上嘅人民英雄紀念碑，如今又成為咗屠殺人民英雄嘅地方。槍彈同埋刺刀又再一次用人民嘅鮮血染紅呢一個用漢白玉做成嘅紀念碑，葬送咗一切嘅希望、努力同埋憧憬。6月3號晚，李鵬下達咗3道命令：第一，軍隊可以開槍；第二，軍隊全速前進，喺6月4號凌晨全面收復天安門廣場；第三，遇到今次民主運動嘅組織者同埋領導人，格殺勿論。到咗晚上10點鐘左右，第一批戒嚴部隊喺裝甲車高速嘅開路下，從北京西面開入嚟，途經公主墳、復興門、新華門，向人民大會堂方向由西向東推進。軍隊沿途不斷開槍，大批學生同埋市民中槍倒臥街頭。軍隊到咗距離西單路口附近，首先發射大量嘅催淚瓦斯。就喺呢個時候，幾輛停喺路邊嘅汽車同時起火，相信可能係便衣故意做出嚟，目的係嫁禍俾學生同埋市民，為當局嘅暴力屠殺製造藉口。到咗北京時間凌晨1點幾鐘，另外一批軍隊就由南向北向天安門廣場推進配合，堵截學生同市民撤離天安門廣場嘅退路。冇幾耐，即係當地時間凌晨2點鐘，另一路軍隊由西北角向天安門廣場外圍進發。軍隊調動到此為止，基本上已經完成咗包圍天安門廣場嘅工作。當時大約仍然有4至5萬個學生同埋大約10萬嘅市民留喺廣場裏面。凌晨4點，廣場上嘅燈光突然間全部熄晒。軍隊透過廣播器發出清場嘅命令。參加絕食嘅侯德健等4個人同軍方談判，達成咗協議，俾學生和平撤離廣場。正喺學生撤離嘅時候，一連串紅色信號彈升空，跟住廣場嘅燈光又再着翻，大批軍人同武裝警察衝向離開緊嘅學生，用電擊棒同埋其他武器毆打佢哋。伏喺地下嘅士兵就用機關槍掃向手無寸鐵聚集喺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面嘅學生，前後掃射咗大約20分鐘。橫衝直撞嘅坦克車就將走避唔切嘅學生同埋市民壓成肉醬。呢叫自由。軍隊開槍。由6月3號晚10點鐘開始，至到4號朝頭早清晨，北京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以至前門大街一帶，不斷傳出機關槍同埋衝鋒槍掃射嘅聲音。軍隊經過嘅地方，血跡斑斑，傷亡無數。隆隆嘅坦克車聲同市民受傷嘅呻吟聲不絕於耳。天安門廣場上軍車林立，坦克橫衝直撞，軍隊擺開陣勢，就好似戰場一樣。北京今次呢一場驚天地泣鬼神嘅民主運動，喺數以千計為咗要將中國推向民主路上嘅學生同埋北京市民，用自己嘅熱血喺中國民主運動奮鬥史上寫上咗新嘅一頁。6月3號晚，喺面臨將被大屠殺之前，留守喺天安門廣場上嘅學生，曾經作出咗悲壯犧牲前最後一次莊嚴嘅宣誓。我宣誓，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真正的繁榮昌盛，為了偉大的祖國不受一小撮陰謀家的顛覆，為了10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喪生，我宣誓
我愿用我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我们年轻的生命战斗到，直到最后一个人。来了，妈妈，我踏上北去的列车，不要挂心，妈妈，您听我说，我这不是自愿，完全是一种被迫。在这纯上的海洋里，我怎能将渺小的自我压缩？我要接受这海浪的冲击，我要用自己炽熱的心奏出心底的歌。唔少宣誓過嘅學生，佢哋嘅生命已經永遠留喺長安街同天安門廣場，而人民英雄紀念碑即成為咗佢哋嘅英魂所託之地。正如2000幾年之前，偉大愛國詩人屈原喺佢嘅名作《朝雲》所寄望嘅一樣，學生相信有一日佢哋會重返天安門廣場，因為呢一個係人民嘅廣場。我想我是最有資格說我們這些學生們是不是暴亂分子。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把你的手放你的胸口上，你想想，年輕的孩子們手挽着手，肩並着肩，徑直坐在紀念碑的下面，他們用目光迎接劊子手的屠刀的時候，他們是暴亂分子嗎？如果是暴亂分子，他們還會這樣靜地坐在那兒嗎？法西斯到了什麼樣的程度，他們可以厚着臉皮、昧着良心撒謊，這天下之大謊。如果說那些拿着衝鋒槍槍殺無辜的士兵是野獸畜生的話，那麼這些坐在電視屏